这个台南会展中心是由经济部出资，那台南市政府出土地，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完成了。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台南会展中心呢，就可以做国际的会展。那结合台南本来已经有的文化美食的这个优势呢，看起来对吸引国际的展到台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第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它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哈。未来要服务高雄或云嘉南的朋友，他们来或北部的朋友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那所谓多功能，除了会议展览以外，活动、演唱会都会是这个场馆最主要的方向。在台南深耕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开始就是进驻在南部科学园区当中，智泽科技一直都在各国去展览，不管是美国、德国，或者在台北也常常参加展览。那第一次终于有这么好的新的那个展厅可以开幕，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展览，我们是真的非常开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踏台南会展中心。今天是我们的开幕展，也是开幕首展，自动化机械展。那非常感谢《工商时报》，也感谢经济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大台南会展中心能够如期如实顺利的开幕。那开幕一开幕就有一个大展，就是自动化机械展。我们将会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台南非常雄厚实力的这个一面，也看到了许多自动化机械能够引领台湾的经济发展或工业生产，成为下一个世代很重要的一步。那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工商时报》、包括经济部在内，我们将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也希望说大台南会展中心未来承接的南台湾很重要的一些开会、会议以及展览。那我们通过了层层的压力测试，也希望说，在这么好的场地，能够迎来许许多多包括企业界的商机，以及包括这个我们会展产业的欣欣向荣。欢迎大家来台南。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定期会5号上午进行用电号、广线老旧、引发火警的通盘检讨专案报告，由副市长戴谦带领警法加消防等局处来列席。台电、台南加新营应援处嘛拢派人出席。依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公告，109年全国火灾的分析报告，其中因为电气的因素有2873件，排名第2。而台南市对去年甲今年3月因为电气的因素火警，嘛有169件，占全部火警大约32%。到底电气的因素，因为用电户的广线老旧，责任到底是要由谁来负责？市府嘛互相杀来杀去。这几年来，因老旧电线而走火，不管是工厂，不管是民宅，我们该如何的因应来处理这个问题？好，老旧电线走火，火灾谁要去打？不是消防兄弟要去打吗？是。那你是不是要因应这个办法？办法你应该好，你现在由经发局来做这个报告，由经发局做主导，然后经发局你再说这是台电的问题。你们干嘛在这喝酒吗？难道你们都不能结合在一起吗？该如何的去做因应吗？你们完全把这些责任告到最后，就是这经济部的，就是拢你台电的。这个电线的这个居家电线的这个部分啊，或者说商场电线的部分啊，全责单位是经发局。全责单位是经发局。那消防局今天坐在这边干嘛？至于这个火灾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会牵涉电线走火造成火灾。那如果这样是经发局还是消防局？类型呢不止2次的这个会议，而每一次会议的话呢，对于台电我们都有invite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呢，在基本上的这个联系上呢，应该是无缝的这个接轨。
依照电业法，虽然主管机关是中央的经济部，但依照电业法的规则甲办法，执行的机关是台电公司。因此，台电台南甲新营营运处上午嘛派人列席，依照用户用电设备装置的规则甲检验的办法，台电每年大约检验45万户。至于用电户的厝内管线，因为是属于私人的范围，台电嘛无法度一一来检查。对此，国民党议员希望会用制定驻地条例甲法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天气好，三雄区的往来大出，品质嘛相当好。其中16号甜蜜蜜往来，酸甜的口感，甲关庙金山往来同款备受消费者喜意。除了车价的好滋味，另外往来馆、往来所等多样化的农产伴手礼同款值得推荐。市场除了卖力推销，嘛每下济企业认购1000箱，高达12吨数量，要来分散予给受力环境弱势，用行动来消停三雄农产。谢谢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听惜农民，佮知影咱这个物件好的物件，会当甲采购遮尔啊济咱三雄的往来，好的咱的客户吼，这点真正感谢。啊，另外一点吼，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凤梨哦，真的是很重要，有很好的对防疫有帮助。为了让更较侪人来认识三雄往来好品质，区公所5月7号嘛将举办往来采购活动，就此来推广食农教育。其中每天会后嘛亲身来体验采收，分享优质的三雄往来，让更较侪人食健康、食美味。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住伫咧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最近敢是有接到郑道南代表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的电话，无毋对，这真正是伊的声音，而且讲话内容就是咧向支持者推荐，这次要来参选台南市中西区北区市员的蔡宗豪，希望大家会当支持这位国民党的青年生力军。少康要跟您推荐一位好朋友蔡宗豪。蔡宗豪他是我们这区的议员参选人，年轻、勤劳又热心公益。下礼拜1到礼拜3晚上接到电话民调，拜托您大力支持蔡宗豪。除了郑道南、赵少康，另外一位南亚大神梁介先也将伫咧这礼拜接棒推荐。我是台南市长参选人谢梁介，对，首先祝福您母亲节快乐。梁介要甲你推荐一位好青年蔡宗豪、蔡宗和。蔡宗豪这个少年呢，真骨力拍拼，佮热心公益。这摆伊要出来参选咱这区的市议员。后礼拜1到拜3暗时，若接到电话民调，梁介请你唯一支持蔡宗豪、蔡宗和。另外，有着国民党正式称号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也伫咧近日兄弟公开力挺蔡宗豪。大家好，我是罗志强，要跟您推荐一位优秀的年轻人蔡宗豪。蔡宗豪是国民党台南市中西区北区的市议员参选人。蔡宗豪过去是我的活动助理，在公投期间陪着我南征北讨，夜宿接讲。宗豪非常的热心公益，也非常的勤劳，一定会是一个服务市民的好人才。国民党现在很需要年轻的生力军站出来接棒，而现在蔡宗豪愿意投入站出来，志强要这里向大家特别的推荐，请台南的乡亲朋友5月9号到5月11号晚上6点到9点钟，请你守住民调电话，接到电话请唯一支持蔡宗豪。有了南亚大卡各种赞声相挺，也互这次投你议员初选民调蔡宗豪更加有信心，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为市民争取上大福利。很感谢各位优秀的前辈对我的支持和力挺，我会持续的行走基层，倾听民意，为台南市民争取最大的福利。对于传承接棒的期待，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乡亲可以多给年轻人机会。蔡宗豪表示，真感谢正大前辈对伊的支持力挺，伊也持续倾走基层，听取民意，为台南的乡亲争取上大福利。
对着传承接棒的期待，伊一定会全力以赴，毋望乡亲会当互青年一个机会。但是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来到7个顶山社区每一个礼拜拢会安排精彩课程来互长辈做学习甲互动。一摆安排长辈来制作蝶鼓巴特，一方面会当训练长辈因的手佮目睭的协调性，嘛借处互长辈当行出家门，甲大家来互动。这是拄啊好拄着母亲节的前夕吼，啊拄啊做这个蝶鼓巴特啊，一个新的钱包啊，互因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啦。哦，互因会当以后，今年吼会当赚大钱，钱包满满，吼。拄啊顺续，因为即摆疫情安尼嘛，袂当会餐啊，就上课的拄啊唱书，有这机会啊，大家做一个纪念品安尼啦。即摆透过互长辈甲美丽图纸贴落来，一张一张搭起伫钱袋仔顶悬，安尼趣味的做法，互长辈愈算愈趣味。透过大家耐心的互相合作，伫作品完成了，拢表示非常的有成就感。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顶山社区哈，因为母亲节将近，所以我们有安排课程，让各位大哥大姐、各位长辈来动手动脑哈，来做这个蝶鼓巴特的钱包啊，让他们从中得到那个成就感，然后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平安快乐。制作蝶鼓巴特需要真侪耐心，虽然一个慢慢打，会需要较侪时间，但是伫咧作品完成了，长辈的欢喜全部拢会当透过表情来看到。社区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互长辈会当活到老、学到老，实在非常的甘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为着要推动更完善的校园营养午餐政策，一摆10项年度由南区的日新国小，佮有嘉义区的仁爱国小开始，透过政府甲丰实公益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共同出资打造 Food Lab 食育实验室，透过食饭进前的5分钟，来建立学生伫咧营养方面的教育概念。我们的学生的饮食教育，其实在课程里面都有，都有，但是都在教室上。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专科教室，那我想它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元的一个实作体验。那刚刚有提到了，丰实基金会也都有定期的主厨来我们指导。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为什么1年的厨余量可以减少150万公斤，就是我们一个概念，不是孩子不喜欢吃，是我们煮的不够好吃，所以我们就办厨艺的竞赛。那把孩子原来不喜欢吃的，比如说，如果你把蔬菜切得很粗，他吞不下去，那就不吃了。你把它切得很细，甚至用怎么样的料理，让他觉得那个味道，他都很喜欢吃，他就会吃光光。所以基本上就要从厨艺上面去着手。所以未来有更多的这个主持来指导我们的厨师。我想我们的厨师煮的应该是够好吃，所以呢，煮的好吃，然后我们再加上营养师开的菜单。不会让你吃的太油腻了。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孩子呢，就会吃的是健康。那我想，实际的教育需要从小扎根。那我们台南市，在市长的政策支持下，议会的支持之下，我们会持续推动。那再透过我们学校老师大家一起来，产官协合作，我相信我们台南市应该可以营造美食之都，但是也一个健康之都。台南市为着要保障学生会当食了好、知影食、安全食，推动食饭进前5分钟用影片的方式来教育学生。预计伫咧2023年会有120支的饮食教育底片，提供予老师伫咧食饭进前播放予学生来向学生讲解正确的饮食观念。那个进入校园，我们其实是那个从餐食。还有我们那个实艺教室今天的那个实艺教室以及那个饮食知识教材的推动，希望大家能够教育我们的小孩子，培养一生能够带着走的营养的那个素养。我们知道日本的实艺教育做得相当好，那我们当然台湾不错，但是还是要往前推。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个丰实教育基金会的营养午餐从学校出发，经过家庭，然后
到整个社会。市府嘛表示，希望未来食育教室会当更进一步来结合到社区，对校园到社区共同来营造健康的环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除了注重学生的教育以外，对伫咧第一线面对学生的老师嘛相当的重视。目前甲民间心理治疗所合作，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因为疫情的关系，互老师需要透过线顶来甲学生沟通，相对较困难。透过咨询来协助老师提高甲学生之间的沟通效率。我们台南市对于教师的諮商辅导工作是全国的脚步最快的。那以往我们对于老师的工作心理上的压力都很了解，必须要有一些比较好的疏解。那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教师諮商辅导的法令把它建构起来的县市。那在去年我们完成之后，就很高兴有跟我们外面的一个我们心理諮商诊所来合作。今年的部分我们继续做，而且我们加码。我们一共120万元在市长的支持之下，有50万元是教育部补助，有70万元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教育的发展基金的经费来做支应。那其实在上半年就有80人次的部分来服务了那我们都知道，有老师比较好的心理的健康，才会有我们好的教学的互动的品质。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台南市首先把这样子的模式建立起来。一摆10年度教育部补助50万的经费，台南市教育局特别设立2个行政专员协助处理行政业务，各有个案的管理。该年度拢总有77位老师来接受服务，总时数达到276小时，整体服务满意度达到97%。在防疫期间，老师的线上教学确实有增加不少，然后因为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然后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很多一些教学技巧可能都还不足，所以也是透过我们这边来协助他们去释放他们的一些心灵压力，让他们知道说在教学过程其实还有一些资源可以来协助他们的教学，还有协助学生的教学这样。教育局为了要提升服务的量能，111年度佮增加经费到120万，希望会当协助老师有经济的心理支持，互老师会当伫工课上佮有家庭的之间得到平衡，继续提升台南市的教育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一身复古的旗袍装，加上店家精心挑选的配件，古色古香的搭配，让人瞬间走入80年代。搭配上最近的台剧热潮，这样的打扮更是今年最夯的流行。一般租借的服务也是有啦，然后就是因为正好配合这个时事，然后因为我们是老店，有保留了一些20-30年前的这些服装。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出来给大家分享，所以就可以来我们这边租借，然后去参加它的活动。这家在地开业30年的服装老店，主打多样的服饰与优良的品质，高 CP 的服装让老顾客们假贺到舍本，累积的良好名声也让这家店挺过一次次的挑战。我们的业绩还算不错，因为我们的货品都是很齐全，随时提供给客户有好的选择，所以一些客户还会帮我们介绍更多的客户来到我们这边消费，这是我们比较能够获得这个生意的来源。受到台剧的影响，让店家生意增加不少，在网络上也开拓了更高的知名度。店家也表示，未来会努力发展网络行销，服务更多外县市的民众。搭配这个时事的变化，然后希望也能够有一些，就像网络上的，方便一些远地方的客人没有办法到我们店消费，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网购的选择。多样化的商品，从复古旗袍到表演礼服，还有现代穿搭，统统都有。在岁末年初的尾牙春酒，店家也欢迎民众一起来挑选衣服，感受复古年代的风华。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大块软嫩的牛筋和鸭血豆腐一起豪迈地放在碗里，淋上一大匙红色鲜艳的汤汁，一股花椒香气扑鼻而来，光是用看的就很有视觉冲击。更不要说浇在面上，让面条吸饱汤汁之后，一口面配一块牛筋，简直是极致享受。这道巴蜀牛筋是这间店最热卖的料理，关键就是这块入味的牛筋。其实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以前对于吃牛筋，我想到牛筋，我就会觉得，它就是硬硬的，然后咬不烂，然后口感就是怎么咬都是很 Q 弹、很 Q 嫩。我就是想要颠覆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其实我们的牛筋，在我们店里面的牛筋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口感，它是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让你感觉不出来这个就是牛筋。对，那搭配上我们的特制的卤汁，然后有一些麻辣的一些感受。因为招牌上大大的写着手工浇头面，老板也直言常有人搞错，以为是手打的面条，但其实浇头才是他们料理的重点。而他也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多数人没听过的名词。那很多人会问我说，浇头到底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像我们吃的炸酱面、麻酱面，上面淋的炸酱跟麻酱，我们就叫做浇头。对，所以其实我店里面所有的面，我都可以称作浇头面，就是像酱爆鸡丁面上面的上面的那个鸡肉跟酱，我就叫做浇头。浇头都是自己手工做的，那也都很费工，每一个浇头大概至少制作过程都1-2个小时以上。而除了用心制作的丰富浇头，他们另外的特色就是极具风格的室内装潢。楼下是舒适的绿色墙壁和木家具，走到楼上一看，纯白的砖墙与楼梯，配上大片透光窗户，简直是完美打卡圣地。如此冲突的组合，其实是老板的小心机。我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冲突感。那我是想说，既然我要做一个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浇头面，我就希望我的外观也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人家从外面看起来，很像是咖啡厅，结果进来我居然是在卖面的，有一个这样的冲突感啊！当然进来到里面之后，人家的感受，我又希望营造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温馨的那种气息，感觉很像我好像回到家里面了。家里面很放松，就像我以前回到眷村，我回到我的家里面去吃饭吃面的那种感觉。店里许多摆设，例如楼梯转角的门牌，或是桌子上的桌号，都看得出其中的小巧思，代表小时候曾经住过眷村的老板怀念童年生活的心情。而专卖眷村面，也是希望这份经典的老味道可以一直的流传下去。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